高雄顶礼拜嘛，先增加4例偏高热的本土病例哦。这几天南部温度渐悬，嘛发现讲碳白蠓的密度，甲顶礼拜比起来是增加2.1倍，甲去年同期比增加3倍。市政府呼吁民众哦，佮爱加强环境的摒扫。早时8点一到，3人一组的工作人员就慢慢来检视加雨到积水容器无倒，也是滋生白头蠓仔。因为高雄市顶礼拜新增4例天狗类本土病例，新店区2例，小港区1例，林武区1例。白头蠓仔监测统计嘛发现天狗类有升温的状况。社区里头可能民众对于这个环境资生源检查的这个意识或者是环境资生源检查的这个注意力是比较低落的状况。那一旦病媒密度偏高那只要有任何的登革病毒进到社区，就有可能会快速扩散。数字显示，全市阳性容器率，也就是白头蠓仔密度，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3.9倍，若是甲顶礼拜来比，增加2倍以上。尤其这几天天气变热，更加容易加速着白头蠓仔的繁殖，呼吁市民爱加强巡倒清等等的动作。漂白水会当入涂骹啊，杀菌啦，喷的蠓仔的消毒安喷者，喷伊啊，看有安粗粗的。反正第一重要是莫囤水。市府表示，最近防疫人员伫咧确诊者的徛街附近，发现有人用水桶接入汽水，内面滋生几百只白头蠓仔幼虫，嘛掠着26只的声纹，嘛呼吁民众爱加强来摒扫。针对着徛街也是工地的水表箱、切沟，拢有可能是滋生的热点，摒扫的时阵爱加注意。记者王丽婷、平昭宽个报道。